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利未记19章32节到37节，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合宜。从这个抗瑞风台来侵略伫台湾，带来真大的阵风以及部分的地区极大的雨，伫台湾带来某一个程度的灾害。咱伫过去经历这几摆登陆台湾的秋天风台，其实不得不得爱感谢现代科技对风台的预报哪来哪接近，哪来哪正确。透过卫星的分度会当更较正确来看见风台的这个走向。虽然也无法度真正确，因为咱俗语话讲的天有不测风云啦吼。风台的走向真正是真困难，非常正确来预测。但是比起古早时代已经好真济吼。咱拢咧期待讲气象的预报着爱拢无错误，但是咱真少去要求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维持着正确甲合宜的关系。今仔日的经文伫 NRIV 的翻译叫做 Make Right with God by putting our faith in Jesus Christ。这提醒咱甲上帝合宜的关系，其实是建立伫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基础顶悬。马丁路德定伫这个德国 Wittenberg 的这个万圣堂的门口，打出这个95条抗议文。伊的目的就是要来提醒当时时的教会当局，伫各方面都爱归回甲基督正确的关系顶悬，毋通偏离正道，世界去敛财。利未记19章32节到37节也提醒当时时的以色列人爱有正确的态度面对老的人，毋通欺负出外的人。圣经安尼讲，伫老大人的面前，着徛起来，嘛着尊敬因，搁着敬畏你的上帝，我是上主。毋通欺负囝卡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着对待因亲像对待以色列同胞，疼因亲像疼家己，因为恁嘛捌做外族人，囝卡伫埃及地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通用无公道的尺斗亲偏待人，着爱用公道的亲棒甲斗。我是带恁出埃及的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切实遵行我的规例甲命令，我是上主。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将来要用这个公平的秤、尺，还是斗来度寸伊所呼召来军队伊的这个人。保罗劝勉罗马教会基督徒，着爱伫耶稣基督的信仰基础顶悬，建立正确的信仰观，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。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，保罗安尼来对罗马教会基督徒讲：现在上帝已经甲咱指示，咱毋免靠律法会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来做见证。
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是通过信耶稣基督。上帝安尼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，拢无差别。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，得到上帝的阳光得袂着。不过对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，通过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，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立耶稣做赎罪祭，通过伊的死，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。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。伫过去，伊用耐心对待人，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。要伫现今这个时间来显明伊家己的义。佮互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那呢，咱还有甚物通看到的呢？拢无。靠什么法则？靠行为是无？毋是啦，是靠神的法则。所以，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毋是靠律法的行为，只有对伫神。上帝减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，伊减毋是外邦人的上帝，是，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。既然上帝只有一位，伊互受割礼的犹太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嘛互无受割礼的外邦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安尼讲，咱因为这个神煞互律法失去效力是无？绝对毋是。咱颠倒是伫确立律法。保罗甚至提醒基督徒，人人拢犯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，所以就爱回转伫上帝面头前，甲上帝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，来迎神悦人。也亲像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所讲的，因为无通指责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听叹上主的教示，专心找求伊的人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因无做不义的事，有遵行伊的道路。上主你将你的律例命令阮，爱阮确实来遵守。愿阮所行所做，确实有在遵守你的规律。我重视你一切的诫命，袂抵到失败见效。我学习你公正的判断，我要诚心感谢你，我要遵守你的规律，求你绝对毋通放杀我。感谢上帝保守台湾经历这届强烈风台的侵袭，虽然也有侪所在有损失。但是大部分的所在得到中央山脉的保障，互台湾有较大的气力会当帮衬灾区。求主帮助阮有正确的信仰观，甲上帝同行，愿诚心的听人实意来归荣耀互上帝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